非常精彩，我觉得也没有真的到那么顶。我跟瘦子老师的看法不太一样。木吉他可以融入在舞蹈里。那木吉他那更不是什么鸟问题，那个还好。对。我觉得非常精彩，我觉得也没有真的到那么顶。我跟瘦子老师的看法不太一样。木吉他可以融入在舞蹈里。那木吉他那更不是什么鸟问题，那个还好。对。瘦子老师当然是，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他们这个团体，特别喜欢狗哥那种，你知道一针见血的那种讲评。狗哥一出手，必有鲜血溅出。我今天就是来看好戏的，对。今天我们就用10点半来决定出场的顺序。最右边，请翻牌。好小哦。等一下慢慢再教。不要随便对我说好小。对，我从小有一些创伤，好不好？左边第3个，要继续加吗？因为你不加的话，他们就得不会啊，他们很容易就爆啊。如果我不加，我还是你的啊。我就相信了。我蛮喜欢你们每一个动作，感觉好像是用尽一生的爱在做的感觉，我觉得很棒。其实我跟那个瘦子老师的看法不太一样，我觉得怎么讲？来吧，有一点尴尬。我觉得非常精彩，我觉得也没有真的到那么顶。瘦子哥哥可能人比较好，我觉得压力很大。对，我觉得小小建议，因为你们3个人有拿木吉他，不要让它变成一个没有用的东西，让它可以融入在舞蹈里面有更多的变化。我绝对是大家都猜不透我在想什么。狗哥一出手，必有鲜血溅出，必有鲜血溅出。我很喜欢刚才那个表演，真的。然后我觉得那木吉他那什么，那不是什么鸟问题，那个还好。对。